台中复兴路3段火烧厝，是一栋3楼搁塌起伫个透天厝。这个火是为2楼烧起伫3楼，厝边赶紧搬长腿甲纸箱，要来解救掉伫个2楼的81岁厝主的太太甲59岁查囝。两母仔囝是顺利跳落楼来逃生，但是伫个3楼的91岁厝主甲35岁女看护走不出来，亡生了。这位消失伫个火窟的厝主是台中市的前议长刘辉王的后生，捌做过东海大学甲逢甲大学的副教授，嘛做过心中雅士的董事长。虽然是在地有名望的人家，但是做人低调亲切，甲厝边的感情嘛拢袂歹。发生这个意外，厝边斗拢感觉遗憾唔甘。透天厝的2楼导火，火势为阳台头门烧出来，佮一直炭到3楼。厝内有4个人，厝边紧搬腿跪伫2楼，要好调入2楼81岁厝主太太，甲伊59岁查某囝落来，抑过火甲烟伤烧，两人挡袂牢。厝边佮搬一寡纸箱仔来，互两人为阳台跳落来，结果轻伤送医。消防人员到现场，那拍火，那冲入3楼，先找到35岁外籍女看护91岁4楼的厝主，最后才找到两人拢已经无溃疡。上一次鉴定是什么时候？礼拜六。星期六，对。厝主后生接到走出来老母甲小妹的电话，伊随赶到现场。对，即将接触的。妹妹其实是住德国了，那她刚解隔1天而已，刚回来而已。不幸往生的4楼的厝主是台中市前议长刘辉王的后生，捌做东海逢甲大学的副教授，嘛捌做过心中雅士的董事长。91岁啊，佫真勇敢，当外前过拍可乐夫，平常时买出门散步买菜，甲厝边拍招呼。我才送完他们快筛，然后也送完他们第4期通知单，才期待说我明天要来跟他见面。伊佫捌出过册，写的是经营管理之道，更加讲到退休生活要安怎规划，佫伫头一页签名送互厝边。很好啊，他太太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有时候看到都会打招呼啊，会问说最近怎么样啊，怎么样？厝边拢唔敢相信大火夺走老教授的性命，警方调监视器，发现讲当时无可疑的人物进出，火是为厝内开始烧的。这个整栋1、2、3楼的部分都有烟熏受伤。依照火调科现场勘查，厝1楼到3楼拢有烧着，灶卡伫2楼的后壁，会去病院，甲厝主的太太甲因查某囝做完笔录了后，调查导火原因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